你哋好嗎？好。有冇人知道今日係年廿幾啊？28。係喎，今日已經係年28啦。咁年28要做啲乜嘢嘅咧？年28洗邋遢，個個都想屋企洗得乾乾淨淨去過年㗎啦。其實啊，呢一個啊都係嗰個傳統文化咧，有啲似我哋基督徒㗎，去舊迎新。神啊，叫我哋啊脫去舊人，穿上新人，因為舊事已過，一切都變成新的了。新好唔好啊？好。好，首先喺度就同你哋拜個早年，恭祝各位老友記2026喜常在，主賜平安，福滿載。感謝神，叫我哋有福氣，又過一年啦。嗱，都輪到你哋啦，不如你哋大聲啲一齊讀啦，由主恩嗰邊開始讀起啦。1、2、3，主恩關愛每個家，百福臨門因有他。請問有冇人知道幾時先係農曆新年呢？幾時啊？係啦，原來啊，後日先至係大年初一啊。雖然好似早就早咗少少喎，但係開講都有話啦。要祝福就唔好遲，日日都係拜年時，所以我哋來賀歲，同你祝福佢，我哋要恭喜你，幸福永伴隨，再創造高峰，令情無限退。趁扎根主裏，同根拍聚聚。殺聲心大，我先有默風吹。主永遠愛護你，主永遠庇佑你。光明相隨，一家同歡老少平安，個個笑面對。我哋來賀歲，互別祝福佢，我要恭喜你，幸福永伴隨，再創造高峰，令情無限退。更扎根主裏，從根拍聚聚。心大我先有默風吹，主永遠愛護你，主永遠庇佑你。光明相隨，一家同歡老少平安，個個笑面對。個個笑面對，哇！佢哋中國人啊，真係犀利㗎，又係蒙福嘅一群。喺全世界邊度都見到我哋嘅同胞嘅足跡，真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既然過蒙福，又就嚟到新正頭啦，咁高興能夠攜手一堂，互相道賀，叫我哋大家能夠恭喜一番，恭喜恭喜！團聚慶祝新春，大家歡笑樂融融，同你今年相見，快樂盡情度過。知道先而家過，知道先而。神是愛的榜樣，老心益壯多感恩，耶穌基督拯救你，聖父立時護佑。知道先而家過，知道先而。不是我
們愛神，乃是神愛我們，派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這就是愛了。無論遇風過愛，或者經愛向親，大家彼此關心，歡笑自由自在。感謝神，使我哋接咗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得勝。哥林多前書10章57節。唯願我主施恩典，並加天父的愛眷，還有聖靈的勸勉，保守看護一生。能夠大家彼此用愛心、用關心、盡情咁去度過，真係一種福氣嚟㗎。不如同你隔離左右講一聲你好嘛，祝你笑口常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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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口常開幾好啊！只要你凡事謝恩，淨係去數算你所擁有嘅，千祈唔好去計較你未曾有嘅。正如每日瞓醒覺都有個咁溫暖嘅太陽照住我哋啊！夜晚做到幾夜幾攰都好啊，月亮都會陪住我哋返屋企啊！熱起上嚟又有風又有雨喎，就算睇唔到摸唔到嗰啲空氣都唔需要花一分一毫啊！神就已經養活我哋啦。嗱，你哋話呢啲係咪已經值得我哋每一日都去感恩呢？神咁愛我哋，梗係要將呢個福氣分享俾大家啦！哇！有呢位真神照住我哋我哋仲使乜嘢驚啊？阿麗芳，你話係唔係呢？係啊！感謝神，叫我哋能夠成為神嘅兒女。無論第日我哋喺天上，又或者依家我哋仲喺地上神都一樣咁看顧、咁保守我哋㗎。我哋呢位真神真係待我哋百般好。真神待我百般好，恩惠伴隨咗我行，戰勝內心誘惑我喺度。作主歡樂，我可以知道為點樣，今年這間新婚有要靠緊手隨從真道，在十年前然後有看得到。你哋揀定未呢？我就揀咗啦，上天同天父爸爸一齊神待我百般好，感命事情喺歸頭，是我活出盼望行天路。未下咗我不知路，有你在心裏，一切都好做。這末世福音需要萬人播，要結果子來榮耀天父，變一天無縫連續。神已經揀選咗你哋啦，你哋又願唔願意做神寶貝嘅兒女呢？真神待我百般好，心裏話已準備好，愛裏萬事無口。力主人，百姓
數。九世上傳開透過他之後，生命有真光嘅照人無數，勝過聖幽靈情愛起步，以此相親無限愛擁抱，靠住那生神愛終老，靠住那生時日再不好嘢就唔好再等啦，因為耶穌嚟係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真係㗎，要有智慧。喺邊度出世就話冇得揀啫，但係第日要去邊處啊？我哋今日啊就可以自己揀，為着你嘅兒孫啦，就由今日開始，你先去接受耶穌嘅愛。咁你就可以將呢一份愛啊帶翻去俾你嘅兒孫、家人同埋朋友，你就可以三代同堂，又可以四代同堂啊，享受神所賜俾你哋嘅福樂。就係咁樣，就係咁樣，就讓我哋知道神係我哋嘅天父爸爸。你同我啊，都係神寶貝嘅兒女啊，幾尊貴嘅身份啊！加薪唔加薪？加薪。巴閉唔巴閉咧？巴閉。歡喜唔歡喜啊？歡喜。簡直係喜歡添啦！一齊唱啊！喜歡天讚不斷，神中歡欣樂滿天。我主為我施恩典，令我此刻聲中甜。只求沒有抱怨，令兩人安康處。難對我太地遠，效法基督聖潔完全。你哋都大聲一齊唱啦！喜歡天，我跟住緊守這份道每天。聖經十誡雖彰顯，上帝福音要成全。心靈滿有溫暖，現在以光與共義，追求不怪歡意，直到天家與主團圓。然而，經加上知足嘅心，便是大利了。喜歡天，照不斷，心緊主愛我意，燈光共唱聲遠傳，滿眾衷心處前，因行盡意相依，齊我總可以心念，關懷互愛眼相見，在教會中聽見你好樂園。因為啊，我哋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，也不能帶什麼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當知足。就喺提摩太嘅前書6章7至8節。喜歡天，你可以得享主愛到每天。放開懷抱將心顯，讓主施恩進駐裏面。使你親嘗那永生愛，無窮大恩賜聖言，你的心靈會改變，內有豐足喜樂泉源。希望呢一個喜樂嘅泉源，能夠每日都貫通你哋嘅身心靈。祝願在座嘅每一位老友記啊，你若認識神，就得平安，
福氣也必臨到你，阿門。